香港工程師學會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分部一直致力發展可持續嘅工業化及推動創新，運用我哋嘅專業知識及技術，將一啲利民嘅創新諗法同埋技術變成真正可以惠及大眾嘅產品，將新科技落實成為可持續發展嘅產業。好似我身後嘅全自動無人駕駛販售機械人，為市民大眾嘅生活提供所需嘅方便、快捷、可靠嘅服務，令各行各業可以持續咁樣穩步發展。同政府部門共同為創新科技嘅落實制定技術框架，加快創新科技融入社會。喺香港呢個以科技同埋自動化著稱嘅城市，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呢個領域喺塑造未來勞動力方面扮演住舉足輕重嘅角色。當中，職專教育正係喺呢個領域發揮住重要嘅作用。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係從製造業到衣食住行等多個產業嘅核心，而職專教育係一種實用以技能為本嘅學習模式，為學生就讀特定嘅職業做好準備。呢個領域嘅職專教育讓學生具備所需嘅技能同埋經驗，能夠喺呢個行業中脫穎而出，推動我哋城市嘅創新同埋進步。喺香港，職專教育機構同埋應用科學園大學等提供全面嘅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領域嘅課程，體現咗香港對優質教育嘅承諾，確保我哋嘅學生不但只精通理論，仲能夠掌握應用知識，保持香港作為科技創新領導者嘅地位。香港政府近年加強推動安全智慧工地系統應用以及建築業智慧化轉型，旨在提升工地嘅安全性以及生產力。香港工程師學會控制、自動化及儀器儀表分部喺呢個轉變過程當中擔當住一個關鍵嘅角色。發展局以及建造業議會攜手推出安全智慧工地系統標籤計劃，透過智能監測、數據分析以及自動化技術，我哋可以喺工地上面實現人員嘅定位、設備裝置監測以及危險源預警等等嘅功能，大大降低咗各類型嘅安全隱患，保護工人嘅生命安全。與此同時，呢啲智慧化嘅措施亦都提高咗成個施工嘅效率，減少咗資源嘅浪費，符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第9項建造具備抗災能力嘅基礎建設，促進共融以及可持續嘅工業化，同埋推動創新嘅要求。作為香港工程界嘅一份子，我哋有責任與時並進，積極參與安全智慧工地系統以及智慧建築計劃，運用創新嘅技術以及數據嘅分析嚟提高建築嘅效率，打造更加安全、更加有高效率嘅工地環境，為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貢獻自己一分力量。讓我哋攜手共同建造一個更加有智慧、更加可以持續嘅香港未來。